今日我元真一人打倒你明教7大高手，怎么？你不服气吗？就在刚刚，元征出手偷袭，趁杨逍收回内力时，使出幻音指，一招废掉明教7大高手，正要终结7人的小命。谁知杨逍还剩下最后一格蓝条，一招隔山打牛，将掌力打向元真。此招过后，明教高手功力尽失，必须原地疗伤。反观元真也是没了行动能力。此刻谁先恢复内力，谁就能一招制敌。张无忌在乾坤一气带里听到说不得小生向自己求救，只要将元真那恶僧一拳打死，明教便有了一线生机。可张无忌始终不愿加害别人，于是杨逍又让无忌去点元真的玉堂穴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待自己伤势恢复之后，保证将元真送回少林。无忌信了杨逍的话，随后朝元真走去。谁知元真也留了一股内力，就在无忌伸出手指点穴的一瞬间，幻音指全力一击，点在无忌指尖，磅礴劲力将无忌轰飞数丈。无忌顿感全身冰冷，以为自己必死无疑。谁知九阳神功自动解了幻音指的阴毒。明教7大高手全力运气疗伤，却见元真轻蔑一笑，站起身来，看样子已经恢复了几成实力。杨逍感叹不愧是空剑神僧的高徒，自己死前有一事想要问个清楚。光明顶密道乃是最高机密，元真又是从何得知？我不是什么元真，我也不是出家人，我是成坤。